歡迎致電中國移動香港客戶服務熱線。請如果請等一等，我哋嘅客戶服務主任會盡快接聽你嘅電話。為確保客戶服務質素，以下嘅對話內容可能會被錄音。你好，中國移動香港接電 West 姓盧，請問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？我姓胡嘅，咁呢，我有個電話號碼呢，啱啱那日俾人 cut 咗，因為遲咗交電話費，咁我而家到咗門市，啱啱俾咗錢噶啦，480蚊，咁跟住之後呢，因為我而家趕住返大陸，需要用到個電話，睇下你可唔可以即時開通返個電話係咁嘅情況。明白㗎，請問胡先生嘅電話號碼幾多？唔好意思。登記嘅人姓黃嘅。咁我想請問登記機主喺咪度啊？喺度啊，我俾佢資料你啊。唔好意思，胡先生，因為首先如果一個號碼啦，你要開機嘅話啦，咁要登記機主聯絡翻我哋先可以做得到嘅。咁我姓黃嘅，你好。唔好意思啊，咁我想請問翻呢個係咪黃先生本人登記啊？係啊，冇錯啊。咁但係出嚟睇翻小姐嚟嘅喎。係啊，你好啊，我姓黃噶，你好。OK，唔好意思啊，黃小姐，我想請問你係本人登記係咪？係啊，冇錯。唔該，保障關係喎，後利益啦，需要同黃小姐對翻啲資料先。請問黃小姐個全名點稱呼？黃玉珍。唔該晒，請問身份證號碼係幾多 ？PK。最後請問生日係幾月幾號啊？12月16。唔該晒，黃小姐。咁呢邊呢，我幫黃小姐查翻啦，個號碼開機方面幫你睇翻先吓。睇翻號碼 OK 好啊，幫你安排翻開機，咁嚟半個鐘頭之後請你熄機開機就可以用得到噶啦。可唔可以即時搞得到噶？因為我而家差唔多要過關噶啦。明白，唔好意思啊，但係因為咧系統過機都要時間㗎，咁呢邊我已經幫你落緊 order 啦，咁請你轉頭熄機開機啊。好啦，唔該晒你。等下氣，咁請問仲有冇其他方面幫到黃小姐？冇啊，你記得我係黃小姐啊，可？等下氣，我姓盧㗎。盧小姐，唔該晒你。多謝晒黃小姐電話查詢，希望無業服務，黃小姐拜拜。謝於你啊，拜拜。